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圣经内面有一位真伟大的人物，大必王。伊的信心嘛是咱的模范。当大必王耶和华，你袂记我要到第时啊？要到永远吗？你黄面无顾我，要到第时啊？敢讲主要永远弃杀我，无搁再施恩？敢讲伊的慈爱永远强劲？伊的应允世世代代过去嘛？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坐伫悬悬天顶宝座，伫看世间人的耶和华上帝啊！你的名是永光的，你的权能极大。清早的时，阮才会受你竞选的正经儿来到圣殿，阮要用诚实的心灵敬拜、学乐你的慈悲，是阮家己的无知甲犯罪，互阮入伫罪恶中，带来阮的悲伤、忧愁甲苦难。是你丰富长看深的疼，找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救赎阮人类，搁使阮圣神保护甲引带，教阮行伫你的旨意内面。你是阮的帮站，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意爱永远徛起伫你的面前。阮安尼祈祷，拢是倚靠国外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欢喜读《旧约》这本书，伊的作者叫做杨斐利。伊伫伊这本书内底有一篇叫做《约伯记》，黑暗中的梦境。伊伫内底安尼讲，伊以前若读《约伯记》的时阵，伊拢感觉《约伯记》就是咧讨论苦难即个主题。伊平常时也嘛用即个角度来看《约伯记》，后来伊将《约伯记》读过一遍、搁一遍、搁一遍的时阵，伊突然间了解，其实《约伯记》毋是咧讲苦难即个问题、即个主题，《约伯记》是咧讲信心即个主题。约伯对上帝的回应，毋若干那会当用伫苦难中的人，约伯对上帝的回应，共款常时会当用伫咱即马活伫世间每一个人。今仔日信息的主题，我甲定做苦难的人家，所以我要用4个人家的故事来甲大家分享。第一个苦难的人家，就是台北市政府伫2018年的时阵，因有出品一块纪录片。即个纪录片是要来记载有6户伫台北市即个基层的社区伫生活的人。纪录片一开始伊安尼讲，伊讲台北市是互人看做一个真进步、真发达的城市。毋过咱可能真侪人拢毋知影，伫台北市的角落的时阵，其实阁有真侪艰苦的人、艰苦的人家，因伫遐生活，因的生活真艰苦。咱举一个例来讲，有一个叫做即个纪录片内底有一个例叫做梁女士。伊即个梁女士，因住伫即个基层生活的社区内底，因一个月连4000块的厝租拢纳袂起。特别要交厝租的时阵，因摕出来就干那800块尔。伫即个纪录片拍片将近2年的时间，因淡薄仔慢慢欠钱，欠一点仔钱，因2年的时间，因要搬离开即个基层生活的社区。即个纪录片完成发表会时阵，台北市的市长、歌市长，互人邀请来讲几句话。歌市长就讲，我要用即个纪录片内底即个梁女士的例来讲。伊讲，恁看即个梁女士，以前还袂买着厝的时阵，用租的时阵，4000块拢纳袂起啊，已经真可怜啊。毋过伊即马买着一间厝啊，足欢喜的。但是当伊买着即间厝了后，伊爱贷30年的贷款。歌市长讲，安尼看起来，毋是搁较可怜。
第二个灵家的故事，我要来讲6、7年前，我伫一间教会陪读班，我伫遐熟识一个灵家。即个灵家的先生，伊有患有一种病，叫做肌肉萎缩症。即个灵家的太太，即伊妈妈，即个灵家的太太，伊是一种躁郁症。因两个生3个后生。迄个大汉的对出世了后，就开始甲爸爸妈妈拢住伫台北即个所在，真幸福。啊，毋过迄个第二个甲第三个出世的时阵，拢互爸爸妈妈甲送去下港，互阿嬷顾，顾到要读小学的时阵，要入国民小学的时阵，才有转来甲爸母斗阵住。即个妈妈是躁郁症，所以伊的想法有一点仔偏差，无共款。伊拢掠准伊这两个囡仔，伊这两个囝伫下港互阿嬷顾，阿嬷拢毋知甲伊教啥物，所以这两个囡仔，第二个转来要读书啊，第三嘛转来要读书啊，差3岁。伊妈妈无办法，甲这两个囡仔伫同一间厝内底生活，伊看到这两个就足气惨的，拢毋知因是互阿嬷教啥物，所以后来我有听讲，迄个同细汉迄个。就互社会局甲送去寄养家庭，后来对寄养家庭，搁去甲育幼院。第三个灵家的故事，是我要来讲我家己的故事。民国88年是咱台湾921大地震迄年，我的先生伫一边下班的路中开车发生意外来过身。阮有2个查某囝。老爸过身的时阵，我大汉的查某囝还未满5岁，我细汉的查某囝拄仔会晓行路。我的先生其实伊生前伫教会是年轻的长老，伊是小会的书记，伊是圣歌队的队员，伊是夫妇团契的会长，伊是少年团契的辅导，伊是主日学的老师。结婚了后，我离世，就爱去学校上班。暗时转来的时阵，我就爱款厝内顾2个细囝。第4个灵家的故事，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创世纪》第11章第27节到32节，即个灵家的故事。阿伯兰的老爸塔拉，带着阿伯兰甲其他的子孙离开因的故乡。加勒底的女城要去迦南地。今仔日的圣经敢若60短短啊，咱若有详细甲伊看，你就发觉到今仔日的圣经60短短啊，内底即个家族、即个家庭有经历着3项的苦难。我用华语来讲，第1项苦难叫做白发人送黑发人。第2项的苦难叫做不孕症，第3项的苦难就是因爱离开因的故乡、离乡背景，去到外地生活。咱来看因即个家族第1项的苦难，白发人送黑发人。伊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即个疼是堆心肝的疼。迄年我的大官甲大家。因就是经历即种堆心肝的疼。我的先生是厝内的慢囝，伊的顶面有2个大姊，一个大兄。各位兄弟，可能咱身边嘛捌加减听过即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故事。即种痛苦，若毋是咱家己亲身去拄着，可能咱真歹想象迄种痛苦。今仔日圣经甲咱讲，塔拉伊有3个囝。阿伯兰、拿福甲哈兰，哈兰是因兜的慢囝。圣经讲哈兰死伫因老爸塔拉的大生。第2个苦难是不孕症。不孕症的意思就是一对翁仔某，因可能结婚1年、2年，大家真欢喜，我那甲遐尼侪年拢还袂生。伫咱生活的四周围，可能咱家己的咱的兄弟姊妹，也是咱厝内的人，咱的朋友，有时阵同事，我会记我伫以前咧学校的时阵，我足侪少年的同事，因拢足拍拼咧教书，后来做甲组长、主任安尼，
毋过因结婚10几年啊，拢袂生。根据奇美医院的报道，咱台湾袂生的比率大概是10%到15%，就是讲平均有10对的翁仔某内底有1对，还是1.5对袂生。可能是因为咱生活习惯改变，咱食的物件、用的物件，还是啉的物件有改变。生活的环境内底，咱嘛有时阵无拄好去食着、啉着、用着遐有毒的物件。也是即摆少年人拢足流行换婚，所以台湾的不孕症的比率一定会一年比一年搁较增加。今仔日圣经内底甲咱记载着亚伯兰的某撒来，亚伯兰的某撒来袂生无囡仔。第三个苦难，即个家庭第三个苦难就是离乡背景，因爱离开因住实在的故乡加勒底的尼城，爱离开即个所在去外地。如果伊若去到外地，生活会当顺利，安尼应该就无问题。但是如果若伫适应顶面出了问题，即个生活就真歹过。圣经内底伊甲咱讲，他拉带着亚伯兰甲其他的子孙离开伊的故乡加利底的尼城，一路行到赫兰即个所在，就伫赫兰即个所在住落来。圣经无甲咱讲，到底因是安怎要伫赫兰即个所在住落来呢？其实咱会当用咱平常时啊的想法来想，可能因即阵家族遮的人有老的，有少年的，有囡仔。爱牵的，爱抱的，可能因惊忝啊吧。即马外口若足热的时阵，叫咱去行一载，咱就真忝，所以因可能惊忝啊。也是因对因的故乡所摘来的物件，要食的、要用的，已经拢食完啊、用完啊。也是因伫即路上顶面有拄着危险，所以因较紧的，就伫赫兰即个所在暂时甲住落来。无想到讲，因安尼住落来尔，他啦却死伫赫兰。创世纪第11章第27节一开始，他啦的世系，他啦的后代，咱来看即摆中文的汉字是后代，他啦的后代记伫下面。我搁讲一遍，伫创世纪第11章的27节一开始讲，他啦的后代记伫下面。每一遍咱来看创世纪出现即个某米人的后代，你后壁的圣经搁甲读落去，你后壁的圣经搁甲读落去，其实伊就毋是咧讲即个某米人啊，伊就是咧讲即个某米人的后代，也是伊的囝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咱即摆要搁接续来看的是亚伯兰的代志，是亚伯兰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伫新约雅各书第2章23节。有讲到亚伯兰甲上帝的关系，亚伯兰甲上帝到底是啥物关系？亚伯兰甲上帝是朋友的关系。伫新约雅各书第2章23节安尼讲，亚伯兰是上帝的朋友。亚伯兰甲上帝的关系是建立伫一个上帝是主动的。若是因两个做朋友，上帝是主动的。上帝主动将伊的公义甲伊的信息，互咱人类。上帝主动将伊的公义甲伊的信息，互亚伯兰。然后亚伯兰有回应上帝的公义。亚伯兰要用啥物来回应上帝的公义？亚伯兰用伊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公义。所以圣经内底讲，上帝就认亚伯兰做义人。亚伯兰伫伊的故乡加勒底的尼城伫遐大汉，即个城市真趣味，大部分的人拢是拜偶像。连约书亚记第24章，约书亚记第24章内底嘛安尼记载讲，伊讲就连亚伯兰的老爸他拉嘛去拜别个神。伫即款的环境内底，亚伯兰伊却认歹上帝，认歹耶和华上帝。
当阿伯兰入捌摇花上帝以后，伊才知影，原来迄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就是伊所认捌的摇花上帝。所以阿伯兰就对摇花上帝产生了敬畏的心。阿伯兰用伊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公义。阿伯兰用伊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公义。阿伯兰对上帝有信心。阿伯兰是上帝的朋友，所以当阿伯兰伫苦难中的时阵，上帝的疼，甲上帝的恩典就来帮助伊。后来我离开迄间陪读班，但是我常常拢有甲迄个三兄弟的妈妈联络。有一段时间，我若有较闲的时间，我就利用下晡，就是礼拜做完礼拜下晡，招我的细汉查某囝，甲我去即个三兄弟的因兜，去带遐因的三兄弟仔来唱圣诗、唱诗歌，来听圣经的故事，带因祈祷，做游戏，做手工。有时阵我嘛会买点心去，活动的时阵，我嘛会翕相。阮若去迄三兄弟仔因兜的时阵，然后一开门，因妈妈会甲我拍招呼，啊，何老师好，安怎安尼，啊笑眯眯，啊会叫因的囡仔摕因兜的滚水互阮啉，因兜的滚水拢是一箱的，一罐一罐一罐的。有一遍，我的细汉查某囝甲我讲，妈妈，人因兜食的拢平咱搁较好。因爸爸其实虽然是渐冻人吼，肌肉啊坐咧轮椅，安尼扫一个扫一个一步。不过因爸爸足够煮食，伊嘛伫菜市仔卖过物件。阮一遍若去因兜时，可能拄好食下昼，因对菜市仔转来食，哇！因的桌顶是真正是山珍海味呢，有鱼有肉呢。阮囡仔就讲，吼，人因兜食的比咱搁较好。阮若去遐的时阵，因妈妈是即种的情形，就表示因妈妈是咧食药啊进前，所以因妈妈会当敢咱安尼正常斗阵讲笑，然后唱歌祈祷。那有时阵阮入到因兜的内底的时阵，因妈妈是戇神戇神，失神失神，一个椅仔恬恬拢无讲话，嘛可能敢若毋捌我的时阵，伊的妈妈就是拄啊食药啊落去。伊即种躁郁症，伊拄啊食药啊落去，可能因爸爸会甲我讲，可能爱2-3点钟久，伊才会恢复正常。啊，但是阮无可能伫因遐冻甲2-3点钟久，所以伊若食药的时阵，伊就袂当甲阮唱诗歌，袂当听圣经的故事，伊嘛袂当抢答问题。有一遍，我请因母仔囝去外口食饭讲话。我才知影讲，即个小弟弟对寄养家庭的时阵，是互人搁送去伫目沙有一间基督教咱基督教的博大尼之家的育幼院内面，所以去到即间内底，伊就有机会会当去听到耶稣的福音。因为每一个礼拜六的下晡，因内面的传道就带遮个囡仔坐公车去台北车头，有一间教会叫做活法教会，伫遐聚会。迄个小弟弟嘛，甲因妈妈讲，讲我后面大汉要做传道。上帝的疼痛太袂遐大，才着教会陪读班，才着博大尼育幼院，才着火把教会。耶稣基督的疼，着进入即个苦难的人间。我的大汉查某囝即马伫日本读书，细汉查某囝伫台湾读大学。后个月就要毕业啊！我嘛伫即种年岁，会当去新学院来读书学习，受造就。上帝的疼痛太袂遐大，因为我读新学院，所以就派来咱淡水教会实习，才会当甲咱大家伫遮敬拜上帝。即个宝贵的经验，以后我会怀念。最后，咱来看咱今仔日信息的结论。我用5点来讲咱今仔日信息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咱常常捌听见一句话讲：人种的是啥物，收的就是啥物。这是一般的原则。咱基督教这本圣经内底嘛支持这种一般的原则，就是讲咱基督教咱的圣经
歹势圣经，咱的圣经安尼讲，你种的是啥物，你收的就是啥物。毋过伫约伯记即个约伯记内底，却甲咱讲咱别人，咱其他的人，拢无权利从即个一般的原则，你种的是啥物，你收的就是啥物，下伫即马伫苦难中的人。约伯的3个朋友就是安尼啊，因来看约伯的时阵，一开始因就陪约伯伫遐恬恬无讲话，看约伯遐尼受苦。毋过后来因挡袂牢啊，因就搬出即个一般的原则，讲你就是种啥物收啥物，种啥物收啥物。约伯伫约伯记咱会当看，约伯后来听袂落去啊，无爱甲因讲话啊，拢恬恬无爱讲话。后来约伯伊家己就开喙问上帝啊。第二个结论就是，咱无一个人会当了解苦难全部的真相，无一个人会当了解苦难全部的真相。伫约伯记的中，咱有看到，约伯伊知影的是，伊即个地面上，伊活伫即个地面上，伊感觉伊受苦，伊的朋友本来要来甲安慰，无成，约伯生气。但是约伯毋知影，其实伫约伯记内面，佫有一个场所，就是咧天顶的。撒旦甲上帝，撒旦佫伫遐搬一寸。约伯是伫即个世间，所以伊毋知影天顶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咱会当讲，无一个人会当了解苦难全部的真相。第三个结论，咱来讲，上帝将来都袂完全恬恬无声。上帝将来就袂完全恬恬无声。约伯记规本是42章，一开始约伯受苦，朋友要来甲安慰，安慰无成，约伯生气，约伯家己甲问上帝，上帝将来就袂完全恬恬无声。42章的约伯记内底，上帝一直到38章的。咱可能是讲啊，上帝拢无出声，毋过上帝将来就袂完全恬恬无声。一直到38章的时阵，约伯问上帝，上帝伫一阵风的内面，亲自开喙，亲嘴回答约伯。第四个结论，伫约伯记中，上帝不止无来解说啥物叫做苦难。伫约伯记中，上帝不止无解说啥物叫做苦难，上帝嘛无甲约伯讲。因为头拄仔咱有讲过，其实规本约伯记毋是咧讲苦难啦，规本约伯记是咧讲信心。第五个结论，伫上帝的计划内面，伫上帝的计划内面哦。苦难其实会当提高的，苦难其实会当提高发挥伊迄个同源的目标，伫上帝的计划内面。所以，当咱有时间从约伯记对头甲读到尾的时阵，你甲尾溜读到后壁的时阵，你就发觉到，当约伯伊继续持续安尼来倚靠上帝，信靠上帝。后来，上帝予约伯偌大的祝福。最近这几个月来，包括咱台湾、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常时面临着武汉肺炎病毒的危害，这就是咱人类的苦难。咱相信，迄位悬悬坐伫天顶宝座咧监察咱世间人的上帝，一定会甲咱帮衬。嘛一定会怜悯咱，嘛一定会医治咱。只要咱拢继续持续用咱的信心来回应上帝，咱继续用咱的信心来信靠上帝。请咱额头三个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你大权能无比，你将你日月星辰、关山甲大海，怨点世间总有患难，病痛欠亏侪侪拖磨，信靠救主，心得平安。你要享受永远活命。愿安尼祈祷，拢是我靠国外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